有百年校史的龙潭国小，以完整母语教学系统，让学生在有趣的课程中学习客家文化。认真练习每个发音，一点都不马虎。而客家歌谣教唱更是寓教于乐，提高孩子们学习兴趣。有必要向下扎根啊，往下扎根，让小朋友的发音更准确了。这样，一到下课时间，孩子们总往操场跑，一起挥汗打球。宋晨杰，你的球打得很好哦，球的大都懂后，球的大都懂后。为了双口相声比赛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正在加紧练习。小狗诶，唱满故乡太平，太平哦。头两车衣，你躺茶嘞？太平哪有复茶？孩子们的努力也让老师感动在心。他们很有兴趣，常常都来找老师。老师，我们什么时候要练习？我们什么时候要唱歌？我觉得我很开心。这6年他会学到不同面向、不同层次的客家文化。我相信，对于他将来国小毕业以后，这会深烙在他的印象当中。百年传承，文化底蕴，客家文化传承在师生共同努力下，将不断向下扎根。上课喽！球的大都懂后，球的大都懂后，球的大都懂后。